過嚟配一副眼鏡，居然可以一次性拎齊4樣嘢走喎。而且呢，依家開牙鏡片仲要低至206蚊添。咁點解個價錢可以做到咁低啊？因為咧，我哋係做批發嘅，好多人都係為我哋攞貨。怪唔知得咁多香港人嚟呢一間配眼鏡啦。出面千零蚊嘅鏡框喺呢間工廠店都只需要少幾百蚊就可以買到啦，款式仲要超多添啊！無論係復古日系、潮流韓式、超輕純態、手作眼鏡，喺呢度都可以輕鬆揾到㗎。而驗光作為一間眼鏡鋪最重要嘅步驟呢，呢間鋪嘅驗光師團隊全部都係醫科大學出身㗎。專業21步驗光流程，幫你360度冇死角了解視力狀況，確保每一副眼鏡都令你戴得清晰唔頭暈。依家配鏡仲贈送價值98蚊嘅太陽眼鏡一副喎，超靚嘅咖啡杯一隻，仲要送埋一次大報告嘅眼底檢測添。想要配鏡舒適，咁梗係嚟你80繆眼鏡工廠店啦，一副都係批發價。